咁當然啦，我嗰陣時都好虛榮嘅，我係因為4個字嘅啫，國際知名。咁國際係咩咧？國際咧就喺我嚟講就即係佢好多地方都有 office 啦，係咪？美國又有啊，英國又有啊，法國又有啊，咁我應該1年裏邊有半時間都係飛緊啦，係嘛？好開心啦嚇！咁啊出完差之後啊，咁梗係就放工咪去下泰晤士河啊，睇下百老匯電影咁啊，即係 Quality of Life 咁樣。咁係嘅，我翻咗工之後我先知道，我係嘅，我真係要周圍飛嘅。但係莫講話歐美啊，東南亞我都冇得去，我主要翻大陸。仲要唔係北上廣深，因為北上廣深我俾人插晒旗㗎啦。我係去啲國家更加需要我嘅地方，譬如山東啦、新疆啦、貴州啦、四川啦，係需要我係嘛？我一次去好近上海一個寧波，已經開心到死啊！咁所以你話國際嘅話咧，其實真係唔好關我事。咁知名係點咧？係咪佢知名得嚟好專業咧？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未有共識嘅。因為大家有睇報紙，成日都有啲 auditor 爆煲㗎嘛，係咪？所以呢啲係仲可以大家互相討論下，再傾下先。第二樣嘢，Chapman 之後 Chapman 認咗 Big Four，就好多 OT 嘅，即係有嘢做又要 OT， 冇嘢做又要 OT， 仲要作狀扮 OT。因為喺嗰啲 Big Four 咧，你冇嘢做咧係冇價值㗎，你係地底泥嚟㗎，所以有啲明明見佢玩住接龍㗎啦，哇好忙啊我！